亲像全家，快咪去落不不停停，予我心惊声。命这呢大，有时才会通煞，想要赶紧来靠我。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第39讲的讲塔。今日早起，咱要来请端荣小组长，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请阮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每一日透过陈牧师带领阮共读圣经，互阮搁较入眼圣经的道理。阮要亲像耶利米顺谈主的话，才会当得到保全生命的机会。求主开阔阮的目睭、耳孔，甲阮的心，互阮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互阮伫生活当中活出主你所喜爱的样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这下咱伫耶利米书已经来到39章、38章到以前拢是这个耶利米在传道的时间啦。所以咱昨读到38章是耶利米最后传道的机会，甚至就是伫最后会当传道的机会。其实耶利米，上帝嘛是通过耶利米互西底家王，互伊有路通行，就是因顺服投降巴比伦，伊就得到我，这个城就袂去互放火烧，西底家王的全家嘛要得到我，但是伊若无听上帝话，伊就是命拢无啊，甚至人嘛袂过孝念伊哦。总是咱看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安尼传道将近40年哦，对于18岁到伊要60岁左右，这个40年的传道拢是咧为着上帝审判的这日来做备办。今日要看的39章一直到44章哦，这拢是咧讲到亡国的时阵所发生这的代志。然后第44章以后，会都继续看登去进前上帝通过耶利米对这个列国的预言做一个整理。然后搁伫最後52章，搁重新搁讲一擺亡國嘅代志，亡國嘅代志，安尼規本耶利米書，咱就讀完啊。这个圣殿受毁灭的这个日啊，是这个埃坡月的9日啊，埃坡月算犹太历的5月大约是5月在西历呢，大概是7、8月有时候是7月，有时候8月。但是伫圣殿受毁坏迄年大约是伫西历的8月中，伫8月中。这日呢，发生真侪代志，咱之前有分享过对拄前586年，主要70年，这个第一个圣殿、第二个圣殿拢是同一日同一天，埃坡月5的9日，发生这个灾难，甚至历史上到了20世纪，原来还有很多这个在埃坡月发生的这悲哀的凄惨的代志哦。而且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所以这里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因心非常惊吓的日，Tisha B'Av，Tisha B'Av，这就是因伫圣殿，因伫遮受毁坏，当然这嘛是上帝在提醒，这个圣殿是起伫犹太人的中间，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的中间，但是因无照上帝的话来行，这个圣殿上帝嘛要互伊毁灭。所以一直到伫今仔日，这个圣殿，因为耶稣基督过来，所以这个圣殿无过是这个用石头起的，是起伫耶稣基督的石盘顶哦，是信神所起造的殿，就是咱每一个信耶稣，加做这个圣殿哦，所以这嘛是圣经所互咱看到。咱要来看今仔日是38章，是西底昨看到是西底家王最后一摆来求问耶利米。今日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受攻破，然后耶利米嘛，因为安尼重新得到自由重新得到自由。咱就来读今日一段的圣经要
要来请叶振杰带咱来读，大先请叶振杰带咱来读第39章的第1节，读到39章的第10节，1到10节。好，西底家统治犹大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围耶路撒冷。西底家第11年4月初9，耶路撒冷城受攻破。城受攻破的时，巴比伦王的将领包括尼甲沙利士、三加尼波、撒西金，另外佫一个尼甲沙利士，以及巴比伦王其他的军官，拢来坐伫城的中央门。犹大王西底家甲所有的军兵看到巴比伦大军，就透明逃走，对王宫回远的路，经过2个城墙中间的门出城，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巴比伦的军兵对入因，伫耶利哥的平原入伫西底家，甲伊掠起来，掠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遐。迄时，尼布甲尼撒来伫哈马地区的利比勒，伊就伫遐审判西底家。巴比伦王伫利比勒杀死西底家的囝，互伊亲目看到，嘛佫杀死犹大所有的贵族。第7节，后来巴比伦王乌西底家的2对目睭，用铜链甲伊链住，要互伊掠去巴比伦。巴比伦人放火烧王宫甲人民的厝，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迄时，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内剩落来的人民、投降归顺的人，甲其他的人民拢掠去巴比伦。伊甲人民中间，啥物拢无会善食人，留伫犹大地，甲葡萄园甲田园分互因。好，这些第39章开始讲到这是伫西底家王做王的第9年10月，西底家当中做王11年，但是第9年的10月开始，就是这个犹太利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到11年的4月初9，安尼算起来拢总是30个月。就是2年半的时间啦，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叫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大军来围攻安尼2年半，因会当哇，其实也是真厉害，因为内底有这个水道，这个水，但是咱在头前咧读的时阵就知影，这个内底饼一直减，但是耶利米一天拢有一块，减到最后，拢啥物拢无的时阵。但是咱嘛看到耶利米，叫人ฮ็伫这个土地的中间，总是有这个太监，38章有这个太监以便米勒，来甲西底家王求情，所以互这个耶利米有人甲伊救出来，继续搁伫王的这个护卫殿的这个行的中间，一直到西底家王最后1年的4月初9，耶路撒冷的城受攻破，这个城攻破呢？咱这段记载，咱会当看到几啊位特别是这个耶利米书的最后1章52章，甲列王记下卷的24章18、19、25章第7节，搁历代志下卷的36章11节到21节，拢有来提起这个代志，所以耶利米书讲2道，然后列王记历代志讲2道，安尼圣经旧约圣经内底讲要4遍啦。咱看到较无共款的就是讲，西底家王共款，才是第9年10月初10，这连日期嘛有9年的10月初10，这个巴比伦就来围攻，然后到第11年，那共款4月初9的时阵，城内饥荒真严重住民拢无米通食。等这个耶利米书读完，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阵，耶利米哀歌的第4章就讲到，因内底甚至是
食家己的人的肉，吼，食人的肉，食囡仔的肉，吼，因为真严重啊，吼。然后到迄时，吼，承受攻破的阵，吼，即个西底家王就走，吼，然后就共款，吼，讲着即个西底家王逃走。所以承受攻破的阵呢，吼，伫遮有特别，吼，39章才有记载巴比伦王遮的将领啊，遮的将领呢，包括尼加萨利什。三加尼波，萨西金，另外才有讲到4个人的名，但是呢，无共款的圣经，对即个名的翻译，嘛无共款，有讲是6个，有讲4个，有讲3个，嘛讲2个，所以但是这拢是巴比伦，是遮的武官，遮的将领啊，因内底呢，坐伫城耶路撒冷城的中央门中央门。这个中央门就是尼希米记的鱼门，较往北边的所在，因为因是对北边落来。然后所以因就是将这个攻破之后呢，就坐伫遮，所以就是束手就擒，这犹大国村的这人民。然后犹大王呢，西底家王，伊并无要投降，伊就安怎呢？甲所有军兵看到巴比伦的大军，就透明逃走，对王宫回远的路，经过2个城的中间的门这个门嘛，圣经捌记载，这毋知是小门还是尾仔才起的，伊就是走出去，然后西底家王就往阿拉巴的方向来逃走，亚拉巴就是耶利哥，就是要走去约旦河，约旦河往西边跑了，往西边来走。巴比伦的军兵就对立西底家王，伫耶利哥边缘，立着西底家，将伊掠起来，掠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遐，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嘛亲身来到伫即个犹大地区，就伫耶利哥迄个所在。迄时尼布甲尼撒来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伊就伫遐审判西底家，所以才有讲到几个地图犹大是中即个所在，伊的城是伫即个耶路撒冷，伊要对耶路撒冷走去耶利哥，要逃走，然后伊想要过约旦河，往西，伊就当走去摩押，还是走去也门，遮边的国家，检测会当走去遐庇护，还是去遐避，但是还未过河呢，就已经去有人入着，安尼走大概是走24公里大约走是20几公里。然后呢，就带到伫即个伊要走去亚拉巴，然后伫遮去互掠着时阵呢，就带去到伫即个尼布甲尼撒，伫利比拉的所在。迄当时巴比伦王对巴比伦，就来到伫哈马，即摆叙利亚的所在。然后伫利比拉遮算是一个大的平原所以伊的即个大军，都驻扎伫即个所在，所以西底家王就叫人用链扣咧，然后呢就对掠着所在耶利哥、亚拉巴，带到伫即个利比拉，巴比伦王就伫遐来审判西底家王，即个要甲审判巴比伦王足侪要甲伊扣分的代志，就是伊是西底家王是巴比伦甲伊扶持起来，但是伊竟然到尾啊想要搁去投降，要挖靠埃及。要靠埃及的势力，所以伊无要听巴比伦的话，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就是来甲伊修理。头一摆无成功，然后伊有转去，暂时撤退，所以迄阵嘛有真侪假先知讲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但是即马巴比伦过来，所以伊掠着西底家就生气。巴比伦王伫利比拉害死西底家的囝。互伊亲目看到，嘛杀死犹大所有的贵族，只有第一批贵族，甲第二批是受掠的时阵去到伫巴比伦，则是第三批遮的贵族，就无遐好康，会当受掠去巴比伦。伊嘛正做耶利米所预言迄个歹的无花果未当搁生团，即个无花果，伊拢去互杀死。
然后也即个西底家的目睭最后看到是啥？就是伊的囝，一个一个去王台巴比伦王台死，然后伊家己的人类目睭嘛去挖出来切面，然后用当链链的去到伫巴比伦所以即个当链呢嘛是不加当伊就是安尼爱行真远的路去到伫巴比伦。然后就照亚利米所有言，巴比伦人就放火烧王宫甲人民的厝，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就是头前讲，就是4月9日到拆毁的时阵呢，就是5月9日。伫这个亚利米书52章就写着第10，这个5月初75月初7伊就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是伫5月9日就来烧。迄当时有一个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伊将城内村落来人民贵族拢掠起来，拢开始导航归顺的人，甲其他人民就掠去巴比伦，所以只要愿意导航的，要有活的机会，就是去到伫巴比伦。去到伫巴比伦，咱进前嘛看到亚利米写批互巴比伦人的人，遐批上帝就是爱遐人伫遐起厝娶某生囝，做阿公做阿嬷，因为时间到，上帝将因带进来，人口爱加添，尽量加生几个，这是上帝对因的呼召。因伫即个尼布撒拉旦，伊甲人民中间啥物拢无会散车人，就留伫犹大地，甲葡萄园、甲田园分互因这看起来就讲看起来好像他们分到财产，摕到园等到好像发财了。其实伊的意思讲，就是留因伫即个所在，顾遮的园做苦工，做劳力伫遮就是爱照顾遮葡萄园。咱若最头前来看，就知影讲巴比伦的政策，伊就是将遮受打败国家的人，就掠走，然后也叫其他国家伊的殖民，变做殖民地，叫因家己的人来遮所在，然后派一寡人伫遮做苦工苦力所以咱看到即个耶路撒冷受攻破，颠倒是先知亚利米伊得到自由的时伊对伫即个约拿单的文士的房屋，然后到地牢牢房，然后到伫这护卫兵的院中，然后到这个井里面的淤泥，然后搁到伫护卫兵的院中安尼一段的时间，将近要2冬左右伊拢无自由，但是伫即个城攻破时阵，耶利米恢复自由，所以才11章到18章，就是有关亚利米得到自由。咱遮亚进节继续传来读11章到18章。11节关系亚利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命令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讲：我将亚利米交代你，你着好好甲伊照顾，毋通甲伊伤害。伊有啥物要求，你着照安尼办理。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军尼布撒苏班、将军尼甲撒利士，甲巴比伦王的官长就派人将亚利米对护卫长的鼎带出来，交予沙番的孙亚西甘的囝基代利，予伊甲亚利米带转去因兜。对安尼，亚利米会当伫人民的中间徛起。亚利米要关伫护卫长的鼎的时，上主对伊讲：你去甲古实人以表美丽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互我的话实现伫即个城，无要束缚去，是要降灾的。到时你会亲目看到，毋过到迄日，我会救你，你要互人交伫你得惊的人的手。上主安尼宣布：我一定要救你，你袂互人害死，性命会得到保全，因为你信靠我。上主安尼宣布。好，是即个当王掠去王的囝，王的遮个贵族，西底家王拢去掠去，甚至杀死。西底家王虽梦无马上死，但是伊嘛去连到迄个巴比伦去最后嘛死伫迄个所在。
但是呢，这个尼布撒拉旦，就是耶路撒冷主要的这个将军、护卫长，甚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贴身的侍卫长伊就来看到听到亚利米的风声，所以伊嘛将亚利米的情形去报告尼布甲尼撒，所以这个命令呢是尼布甲尼撒王亲口下达的命令。所以讲亚利米无去到伫迄个去到伫即个亚拉巴利比拉去遐记着尼布甲尼撒，但是尼布甲尼撒有听到风声亚利米即个人，所以特别佫斟酌交代亚利米讲，我将亚利米交代你，你着好好甲伊照顾，毋通甲伊伤害。伊有啥物要求，你着照安尼办理。所以咱感觉真奇怪，哇！即个亚利米呢，他会遮尔出名，连即个王特别还要给他一个 VIP， 看伊要安怎样就安怎样啊。所以这是上帝特别互伊的恩典。但是咱嘛当理解，就是即个巴比伦人，他们有这个占卜啊、占星啊，因就是就爱算命看未来、看未来预言这类代志。所以可能知影讲，伫耶路撒冷有一个足够有言的人，他的预言都成真。所以因可能嘛，因为亚利米可能是一个他们心中的预言家，所以特别嘛对伊尊重啊。尼布撒拉旦将军两个将军就官长就派人将亚利米对护卫队的埕，就是当咱读的38章的最后一集，伊就是去用乱进伫迄个所在，就来带出来。交互什么人呢？基代利基代利是什么人呢？是亚西干的囝，亚希干的囝，亚希干就是沙番的孙，沙番就是约西亚王时期的书记，读律法书给约西亚王听。这个亚西干是什么人？亚西干伫26章的时阵，咱就读到伊甚至跳出来，来为这个亚利米来保护，为他挺身而出面对假先知这个基大利呢，基大利咱继续明仔个看到伊的故事其实这就是一个拢真出名的家族，对阿公、阿爸到囝三个人拢真出名，拢伫圣经不断地出现但是这个基代利伊最后后壁明仔就看到成为耶路撒这个犹大的省长类似省长就来管家村的人但是咱嘛明仔看到这个基大利做省长无偌久就叫人抬死被这判票这逃兵护卫军就互人抬死总是不管安怎样呢39就讲到亚利米伊选择自由登去引导人赶快现在这种译本都是用第一人称，把我放出来然后安排我回家，我就回去住在同胞当中。但是这同胞呢村的都是老弱残兵无这个真正有头有脸的但是无那是嘛是唔听话，拢去掠去咱对这个52章的时阵还有看到这个人数52章收掠去阵呢第尼布甲尼撒统治第7年大约是第2次被掳的时阵呢就有掠走3023个18年时阵，佫掠走832个这就是第3次被掳就是耶路撒冷第3摆受掠城乡攻破时阵只有掠走800几个来800几个可能800多个可能扣掉西底家甲伊的囝嘛是掠剩无偌济然后到23年后壁佫掠走700几个安尼拢总去掠去巴比伦的才有统计是4600个4600个，但是这个时间70年末以后回来是5万个5万个，所以70年从4000不到5000变5万回来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咱看最后一部分还有一个记载，就是以别米勒以别米勒就是当这个古时的太监古时的对古时就是伫伊索比亚这个尼罗河流域的上游迄阵可能要算埃及的管的所在。讲呢因为伊有去甲西底家王求情去
救亚里密，然后用布放在他的腋下，把它拉出来让他皮肤不至于溃烂了。所以这个万上主万贵的统帅安尼讲，我要互我的话实现伫这个城，无要束福气，是要降灾祸。到时你会亲目看到，意思是讲这个太监呢，他是不在上面被抓走、被掳走、被杀死的名单。不过到迄日，我会救你，你袂互人交伫你得惊的人的手。上主安尼宣布，这个太监以伯米勒，上帝要救伊，我一定要救你，你袂互人杀死，性命会得到保障，因为你信靠我。到底这个以伯米勒安怎信靠上帝？伊就是伫迄个局势真歹，无人看好，一堆人要甲亚利米陷害，但是伊勇敢徛出来，跳出来，安尼来讲话求情，所以伊甚至佫带30个人去救伊啊，将伊藏起来，放伫即个护卫兵的埕的中间，所以做这代志拢是一种对上帝的信心，就亲像即个基路拉哈，伫即个约书亚军队要攻破耶利哥时阵，嘛将这两个探子给藏起来，这种的行为拢是信心啊，信靠上帝，所以上帝就保守伊啊。好，所以咱看到今日这章，就是咱头前读的所有的预言，都在这一章，就来成就。耶利米所谓艰苦，所谓从对18岁、20岁，安尼去互人讨厌，伊的兄哥嘛讨厌伊，伊的老爸嘛要害伊啊。一直到伊即马要60岁，所有的事情拢有一个定着啊。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但是事实证明，亚利米，伊领受的是上帝的话，但是西底家王，嘛看见伊，无要把握机会，上帝要救伊，伊煞无爱拯救，所以底到伊的目睭是最后看到就是，看到伊的囝一个一个去用抬死这个画面，然后伊嘛是只有伫巴比伦遐来后悔，搁再后悔，嘛已经无法度搁改变任何的代志。总是亚利米得到自由，受到这个王，甲这个护卫长，会好款待，伊会当留伫家己的厝。但是咱继续读落去时，发现讲到45章进前，亚利米还佫有足侪麻烦代志爱处理，所以并不是讲这个故事就到此 ending 结束无。亚利米，佫真正拄到足侪这个困难的代志，也是身不由己。但是上帝拢继续甲伊指点，但是上帝嘛甲即个乌人的太监伊被米勒，做一个宣布，讲因为信心，所以上帝要甲伊同在。今日这段的经句，咱当对两位所在来看，一个是12节，我将亚利米交代你，你就好好甲伊照顾，毋通甲伊伤害。有啥物要求，你就照安尼来办理。真侪人要害亚利米，但是足侪要害伊的妹，伊的爱伊死的人，颠倒拢比亚利米死大心。亚利米当挡到上落尾，但是这嘛毋是亚利米，伊家己的熬，是伊自少年，特别是15章、16章，伊安怎上帝爱伊3摆摆，毋通祈祷，伊嘛爱完全学习顺服，上帝就安尼一直甲伊同在。另外一段是最后2节，毋过到迄日，我会救你，你袂互人交伫你得惊的人的手。上主安尼宣布，我一定要救你，你袂互人杀死，性命会得到保全，因为你信靠我。上主安尼宣布。咱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要有一个行为，这个信心毋是只有囥伫心肝底，目睭刻刻，喙拢点点，是咱爱伫上帝看最好的时机，爱出来，为上主来做工做干净，安尼上帝就会甲咱同在，拯救咱。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端龙姐甲雅静姐，咱做伙来祈祷。天来主，阮感谢你，互阮伫早起下时会当对亚利米书来看到即个历史上非常要紧的日，这也是上帝唤起犹太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囝儿，就爱好好警醒，爱悔改，伫主的面前。上帝一直互人有路通行，总是人的硬心背逆，无爱照上主的路，要行家己的路，直到灭亡，直到陷落伫即个死亡的中间。求主搁一摆教示阮，互阮有智慧，互阮听到你的声，也互阮勇敢向前来行，选择上帝你所爱的路，也保守阮会当
伫主的内面得到主的拯救，得到主的祝福。无论什么情境环境中间，拢有主你的话、你的神甲阮同在。阮也为着台湾即几工要面对的风台天，也求上帝你看顾保守，也互阮拢会当有做好的准备。也看顾阮伫生活中间一个处理中间嘛，拢有平安。阮的献上感谢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多谢。感谢牧师，谢谢陈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大家，谢谢。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